咁多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，又係阿開濤。咁咧今日咧就係咧想同你講咧，我10月30號咧至到去11月2號咧就會去參加台灣嘅交流團啊，好開心啊！因為咧其實咧呢個交流團咧我真係期待咗好耐啊，因為係我個老師就請我哋去。就邀請我哋去咁樣咯，邀請我去咁樣，之後咧仲同埋4個同學一齊去嘅，就係咁咯。我啲同學我就唔開名啦，因為都係涉及私隱嘅問題。咁嗰幾日咧，我應該都會拍片嘅。咁我睇下點咯，睇下嗰日。睇嗰啲日子有冇時間拍咯，如果冇時間嘅話都冇計嘅，我盡量揾機會拍片咯。好啦，咁多謝大家對我嘅支持啦，係啊，好啦，咁記得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、開鈴鐺啦，係啦，就係 COS 啦嚇，咁咪 like share 啦，好啦，拜拜。